今天是2005年1月6号，星期四。心经今天有可能能讲完，咱们就开始啊。先把从头读一遍啊。嘎嘎盖度，帕嘎巴蒂，布拉吉尼亚巴拉，米达黑迪亚，学盖度。Jom den tema, xe rớp kỳ pa rớp chín bè ninh bó, phán bó chi gõ. Jom den tema, xe rớp kỳ pa rớp chín bà la, xa chai lọ, tí gài đá gài thuyết bà, thú chi na, Jom den tế, ghé bế khớp na, cha bế phong bế rì la, ghé lông ghé kiến tuyên chín bảo thang, chẳng chiu sen bế kiến tuyên chín bảo thang, thấp chi đủ xu đề, thị chế Jom den tế, sở mô năng và xie cha vệ,却给南张给丁爱金了，牛板修所，羊腿菜，强求三八亲包，啪啪尖热希望球，些热给怕热度亲吧，什么结巴儿泥了，南巴儿大型。碰包阿波忒大了呀，让心给东边，南边到，体内三个给去，菜汤蛋吧下里皮，强求三八亲包，啪啪尖热希望球了。第盖姐妹说，人给普安，人给普木扛拉拉，些热给怕热度亲吧，什么绝吧结吧是绝吧提，其他乐吧茶，第盖姐妹不汤。强求三八亲包，啪啪尖热是往球给，菜汤蛋吧，下拉德瓦地婆了，地盖姐妹说，下里婆，里给婆安，里给婆母扛拉拉，些热给怕热度亲吧。什么绝吧结吧是绝吧，黑地大儿南巴儿，大瓦儿掐的，碰包阿包忒大江，让心给东巴儿，南巴儿养大巴儿，结束到。苏东宝，东巴尼苏所，苏来东巴尼，闲马银，东巴尼来讲，苏闲马银咯，推心度搓瓦汤，肚蟹汤，肚芥汤，南巴蟹巴南，东宝。下瑞普，忒大位呢？却他们借东巴尼的，参你没吧？马盖吧？忙嘎吧？吹马没吧？吹马汤柴瓦没吧？吹瓦没吧？扛瓦没吧？下瑞普，忒大位呢？东巴尼拉苏梅，搓瓦梅，肚蟹梅，肚芥南梅，
都见到没？南巴谢巴没？南巴谢巴没？米没？米没？那瓦没？那瓦没？那没？那没？杰没？杰没？驴没？驴没？一没？一没？苏没？苏没？扎没？扎没？吹没？吹没？若没？若没？热加没？热加没？却没多。却没多。米给看没吧？奶。米给看没吧？奶。一给看没？一给看没？一给南巴谢白看给。一给南巴谢白看给。帕度杨没多。帕度杨没多。马热吧没？马热吧没？马热吧塞白没吧奶？马热吧塞白没吧奶？嘎西没？嘎西没？嘎西塞白。嘎西塞白。帕度杨没多。帕度杨没多。都爱瓦汤。爱瓦汤。滚中瓦汤。滚中瓦汤。锅巴汤。锅巴汤。拉梅。拉梅。野蟹梅。野蟹梅。拓巴梅。拓巴梅。马拓巴杨梅多。马拓巴杨梅多。学到这儿了吧？好，今天咱们来试试啊，咱不敢还是都学清楚，把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句子什么意思搞清楚为目的啊。先读一下啊，夏瑞普，忒大卫呢，这都讲过了，舍利子，事故，哎，忒大瓦是向上边那样，加上撒是由于向上边这样，那是如果假设，如果由上边的这样的原因，就可以得出下边的结论。下边说事故什么呢？说这个强求三巴那姆，拓巴灭百七日，哎，先来这一句。强求三巴是菩提萨埵，那姆是门，就是诸菩萨，也就是前头康拉拉说学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的这些菩萨，他们呢，拓巴灭百七日，这个七日咱们学过，是为了，那个有4个为了的那个词儿，这是其中一个。因为这个不主要是因为为了这意思，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拓巴灭百，就是因为没有得到，没有获得，没有所得。因为得呢肯定是所得，因为那个你那个得肯定是得对象，得你认识的对象，所以它一定是得所。能得是能嘛，所以它得的东西肯定是所得，所以就译成所得。说由于没有得到，没有所得到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得到呢？因为上边观音告诉你了，在圣者所证的这个诸法空相里头，在这个空性的这个真实境界里头啊，凡夫所见闻觉知的色声香味触什么眼耳鼻舌身全都没有。这个在那个空性里头啊，由于没有这些有为法的东西啊，所以是不生不灭，里头根本没有生没有灭。你想，没有生灭是什么呀？是无为法。有生灭的都是有为法，没有生灭就是无为法。所以在这个空性里头啊，就是根本就没有有为法的位置，根本就没有，更不要说这个凡夫的这些这个虚妄的东西。所以呢，这些修这个甚深般若行的菩萨们呢，他由于无所得，就是前头他在这个空性里头看到啊，根本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等这些，也看不到东西，也听不到东西。那说凡是跟这个无所得相反的是什么呀？全是你一个错觉，全是你一个这个颠倒觉，全是你一个妄想，就是仅仅你是有一个妄想，认为我得到了这个，得到了那个。如果你把这个妄想停止了，那就是不但理上无所得，而且实际你也证到无所得了。现在观音教给这个菩萨们学的，就是说告诉你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说连这个苦集灭道也没有，到最后说无智亦无得，就是既没有你能够认识这个色声香味触的那个识，也智咱们说过啊，智跟识是相通的，这个智就是识转的嘛，它这个实际上是一体的，只是一个质量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比量，一个是限量。说无智亦无得，也没有所得的境界。前边把这个都讲清楚了之后呢，所以这观音就说，由于上边说的这个原因呢，这些菩萨由于他已经无所得了，他认识到在这个真实境界里头根本没有色声香味触的时候，由于这个他就可以再前进一步了。前边讲的就是为了这一句，就是说心经从这儿往前都是为了告诉你说，
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呢，根本就是无所得的，就是你实际上得不到的。如果你认为得到了，那就是妄想，那就是错觉，就是邪见，就说错了。这一步肯定了之后，说凡夫所知一切法都不存在之后，由于这一步因为无所得，注意下边就可以再前进了，下边就该心经的转折了。心经从此呢分了两段，前边是凡夫境界，后边就是圣者境界了。圣者境界跟凡夫境界呢完全不同，所以呢凡夫境界说无智亦无得，圣者境界呀既有智也有得。他所以就证明这个智跟德呀，跟凡夫的那个智跟德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咱们看这怎么转折啊？由于他没有所得，然后呢，谢热给帕约度钦巴拉，谢热给帕约度钦巴拉，单经奈的，这个奈是读那个四声，单经奈的。不是那个三声，不是三声。你看他那个拿有了前加字，那四个鼻音一有前加字变成一声，后边仨又给把一声拽下来，所以它完全是一个四声。这个谢热给帕瑞都钦巴拉，就是说，咱们用一个这个简单的词儿就叫智慧到彼岸，再简单就是慧度。在这个慧度里头，拉是在里头或者在其上，在慧度里头呢，一个单一个奈，两个动词。单是什么意思呢？单是这个依靠、依托、凭借、根据，就是单拉。单拉呢，就不是在里头，而是在其上。就是这些菩萨由于对凡夫所知法无所得之后啊，他就可以什么呢？他就可以依靠、凭借慧度，就是以慧度作为他的一个这个。就是凭借吧，凭依，他就有所依了就，他凭借这个慧度，然后呢，经是和，奈是什么呢？就是居住，奈就是居住，就是这些菩萨呢，他可以依靠这个或者这个叫慧度，他还可以住在这个慧度里头，他还可以这个就叫。依住，咱们那个汉文里头这一句是怎么说的呀？依啊，就是一个依，没有那个住啊，它的多一个词儿就是单的准确意思啊。我今天把这个文件带来了，是依托、凭借，它还有这个引申出来的意思呢，是关待。关待就是咱们说的叫关待，用现代词儿怎么说呢？叫这个就是相对于它，相对于它。这个能引申出关待的意思来。这个他呢也有居住依附的意思，就是我住在这个里头。所以这个依呢，就是这个单呐，也有这个，就是说我依附他，等于说我以他为基础，所以他也有那个居住的意思，居住依附存在在里头，也有这个意思。然后这个第二个词呢，就是这个奈呢，这个就是居住。然后它有时候还有一个有的意思，就是存在的意思。存在就是说这个东西存在，奈就是存在，它那个就是比较干净，没有什么引申义，主要就记住它是住的意思就行了。这些菩萨呢，由于他对凡夫所知法无所得了，所以呢，他就能依慧度住在慧度里头，就有了武器了。你看这个，注意啊，现在就解释一下这个，说前头说了无智。这为什么说他能够依靠这个智，还能住在智里头？你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这个智是有了，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这个智，你不可能依靠它，你也不可能住在它里头。说这个叫慧度吧，跟前边说的那个慧度有什么区别？就很明显、很确切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前边那个慧度是我们凡夫所知的慧度。就是佛用凡夫的语言告诉我们的，我们学佛经什么，就是用我们凡夫语言来简历出来的慧度。所以你在心经啊，你把它这个境界一分，你就读懂了。就是从这儿往前都是什么？说的凡夫境界，凡夫境界里头的法，不管是苦集灭道佛法，还是说般若波罗蜜多，还是说什么无上正等正觉，还是说涅槃，还是说无为法，凡是凡夫所知的法，都是无所得，就是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假安立的。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就是说，他说的无上正等正觉，不是佛真正正的那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多，不是佛菩萨真正证的那个般若波罗蜜多。但是说那个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佛怎么办呢？佛还就得在你用你那些假材料给你组成一个无上正等正觉，说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个样子，你这个照着这个方面给你树一个目标，然后再告诉你一些方法。这个目标跟这个方法都是沙盘，都是地图，都是这个名言假案例的那个虚妄法，叫以幻除幻，就是我们在梦里头，他必须入到梦里头，让我们能看见的人，他来讲这个虚妄法，就是这种虚妄法呢，它就是唯一一个跟其他虚妄法不同的区别就是什么呢？它是那个见过真实的人给你设计的。你按照这个虚妄法呢，最后就能走出梦，就能梦醒，就能走到真实，它就是有这么一个意义。所以这儿呢，就是前边的说都是无所得，这为什么说能依能住了呢？就是因为后边你真的达到无所得了。现在你看啊，这些菩萨以无所得故，就是说因为他能够无所得，这个时候实际上真的无所得就是证到空性了，就是证到观音说的前边的境界了，真的就是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时候啊，注意啊，这些菩萨他就能够依真正的那个智慧住在真正的智慧了。说这个智慧是什么呀？就是佛菩萨实证的那个智慧，就是亲眼证到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这是这个智慧了。所以这个实证的智慧呢，就是真实存在的了。这个你就可以依靠它，就可以住它。你如果要是不依靠这个，你怎么能证空性呢？所以在圣者境界里头啊，是见到的都是真实。智也是真实有，是这个境界也是真实有，空性也是真实有，智也是真实有。他的这个无分别智真的能证空性，啪一见，空性真的现前，真的凡夫所知法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区别就在这儿，就是前边是假案例的智，后边这是真正正的智，这就是有的了。接着来，什么啦？这把没背，炸吧没得。这个注意，这个炸呀，我打不出这个字来，没办法，打了一个相近的字。这个嘎下边要有一个ra，有一个下家字ra，你画一横，它那个最长的那个右边那个横，你从左边画一横跟它连起来，那一横要往下甩，炸，这就变成炸了。炸吧咱们学过，炸吧是这个害怕、恐怖，就是那个炸吧的那个撒嘎不大。下边呢嘎喇大，就是嘎下边再加一个ra，加一横，你们互相那个帮着找一下啊。然后咱们讲这一句啊，说 sim 是心，就是咱们这个可以心也可以识。这个狭义的心就是指那个阿赖耶识，积累为心嘛。阿赖耶识就是积累种子的，所以它叫心。这个广义的心呢，所有80都叫心，心识不分。这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义的，就是心中 ，samla 就是心中，心里头。这个 jiba 是什么呢？准确的这个动词就是遮掩，就俩字儿，就是总结它的动词的意思，遮掩，就是遮盖、掩盖。比如说，你冬天买了大白菜，咱们往上盖一层草垫子，就是这个意思。动词就是遮掩，非常准确，就这么俩字。然后它引申出来这个一些名词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是指的那个遮蔽物，就是你盖东西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包装纸啊，你这个帐篷把你盖住了，什么反正就是遮蔽物。然后引申出来一个障碍，这个词儿在佛经里头经常用障碍的意思，就是它的本身意思是遮盖，就是什么东西需要遮挡一下、盖一下，我盖上一个盖子，这把盖这个遮掩的动作，它引申出来就是遮蔽物。然后佛经引申出来，这个佛经经常用的一个引申就是障碍。这把没背，就是说在这些菩萨的心里头啊，以没背，你看加上仨就成了句格，就是以它为原因，以它为这个工具原因了。说由于没有障碍，这个什么情况下没有障碍？咱们记住，咱们那个学那个说佛的智啊是无着无碍。你记住这两个是有区别的。什么叫没有障碍呢？你把法我给破除干净了，你就没有障碍了。你只要认为外边还有法，那就是你的障碍。你要认为说外边这个一切法空，你这就叫没有障碍。所以他现在这些菩萨呢，就是证到一切法空了，所以他就没有障碍了。由于他没有障碍，由于他心里头没有障碍，没有法哈，所以呢，
他就怎么呢？没有恐惧，哎，没有害怕。他知道外边没东西，他就不害怕。人们害怕就是说我不知道外边有什么，他就害怕，或者说知道有什么，他觉得那个东西力量比他大，他也害怕。哎，你要是知道这个一切法空，这就叫没有障碍，把法我空光了，就没有障碍了。无着，着是执着，把人我去干净了，根儿挖干净了，你就没有执着了。哎，那个潜意识里头你有这个人我，它也是有执着。哎，到时候你也会反映出这个有人我的一些反应来。这就是说，你把这个一切法都空掉之，凡夫所知一切法都空掉之后啊，你就可以依住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在心里头呢，就由于它没有障碍了，所以呢，它也就没有害怕了，没有恐怖了。然后再接着来看后边的发展啊，没有障碍，没有恐怖，会发展成什么样呢？亲激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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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度得呢，心度得呢，让俺来得呗，让俺来得呗，卡尔亲度，卡尔亲，亲激落，亲激落，亲激落呢，这个落是这个颠倒，落是颠倒。颠倒邪妄，反正就是错误的方面，颠倒错误邪妄，主要你就记个颠倒。亲寂落这是一个词儿，很常用的词儿。寂是这个任何什么一切，亲是到达。咱们这就是来记这个词儿的意思啊，咱们就这么来这个硬组合啊。亲是到达，寂是任何一切，落是颠倒。到达一切颠倒，整个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还是颠倒，就是还是颠倒错误，哎，颠倒错误，主要就是这两个意思。亲寂落这是一个词，这个反正是就是搞反了的东西，颠倒。来是从格，来是从格，就是从这个颠倒里头啊。信度是一个常用词，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非常、很、十分、极、其、最，就是一个加强词，一个加强的副词。哎，信度，这个读信度呢，肯定它也是那个拿后边啊，可能原来有后加词塔，哎，所以他就读这个四声。这个信度就是一个加强词儿，得是这个超越，咱们学过这个词儿，超越，跳过去，超越。那是之后。现在这个前半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这个颠倒里头呢，完全彻底的，你这个信度啊，它是那个加强的意思，它加强的那个动词是什么呀？你去找适合这个动词加强了的那个词儿来给它加强。比如说超越了这个颠倒错误，超越了颠倒错误，你说这个怎么超越呢？你就用完全彻底的超越了颠倒错误，哎，用这种来加强它，就是反正就是弄得这个非常狠，弄到极点了，哎，就是超越到极点了，彻底超越了，超越了颠倒之后，那颠倒之后啊，然后怎么样呢？后边这就算个因吧，后边就是个果，说让俺来得呗，他是亲多，让俺来得吧，让俺来得吧是涅槃，咱们学过，让俺是这个痛苦。来是从痛苦当中得吧，超越痛苦就是涅槃，就是从苦里头这个完全出苦了。再一个意思就被世间引为这个叫死，就是叫元气，就是娘那个得，哎，这个娘个来得被他就是涅槃的边儿，这个他就是边际尽头界限，就是到边了，到尽头了，到这个就是到最后了。到它的边际，到它的尽头，哎，说涅槃的尽头，涅槃的边际怎么呢？亲度就是到达了，就是他在超越了颠倒错误啊，完全彻底的超越了颠倒错误之后呢，到达了涅槃的尽头，到达了涅槃的边际，哎，也就是说，达到涅槃了，哎，达到涅槃了。
甚至你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理解成什么呀？你达到涅槃那边了，就进到涅槃里头了，就是跟他挨上了，挨着涅槃了，正到涅槃了，就这意思。你看啊，前边说观音在那给你说了一大堆无，说由于你无所得，你就可以这个依住这个慧度呢，在心里头就没有障碍了，没有障碍就没有害怕了，没有害怕呢，你就完全超越了颠倒错误。你心里头没有任何障碍，没有害怕，当然就超越了所有的颠倒错误。结果呢，你就到达了这个涅槃的彼岸，哎，证了涅槃了。从这儿就一切都变了，从这个你一到达涅槃的边儿，一切都变了。所以呢，这里头就是说有智亦有德了。你看后边就是跟你说德，说提松度，南边修呗，桑给他们这个样，谢热被帕热都亲巴拉，但呢，拉那没吧，养大巴儿，左边强求度，云巴儿左巴儿，上给所。体是时间，咱们汉文里头经常以为世节的世就代表时间三世，哎，过去未来三世。体松度，松就是三，体松就是三世，就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图就是在三世当中，在三世里头，在三世里头，这个南巴修呗，南巴是加强。加强动词的，加之状语很。修是这个咱们前边学过，叫住坐两个意思。哎，佛一开始就这个法会一开始佛就修到那个甚般若波罗蜜里头了。哎，就是住在里头了。这儿呢就是说住在三十里头的，你看那个修呗加了一个的，哎，住在三十或者坐在三十里头的。桑给就是佛陀，桑给本身的意思是完全的觉醒，哎，丧是觉醒，给是发展到极点，哎，完全觉醒。他们界是一切，两是也。这句话就是说，住在三十里头的一切诸佛，所有的佛也干什么呢？谢热不给帕瑞都亲巴拉，就是单呢，注意这个单是依靠，他们也是依靠般若波罗蜜多，也就是依靠慧度智慧到彼岸，他们也是依靠这个拉呢，就是上，就是他们在这个就是拿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依靠它，利用它，哎，以它为基础，以它为武器。三世诸佛也是依靠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呀，这就是一个语法上的，就是说在这个之后，就是说你用这个般若蜜多之后呢，后边就有一个结果，后边怎么着呢？拉那没吧，拉是上是吧？拿是在这个上之上，拿不是这个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嘛？哎，在这个上之上，没吧，没有了，在这个上边，在上边没有了，哎，无上。对，无上，在上边没有了，找不着了，就是它最高了，无上。养大吧，咱们前边也学过，我解释的不太细，这再细解释一下。这个它的核心词是那个塔是什么呢？主要是干净、清净、纯洁，还一个是正确，就是正确、真实。哎，它两个意思。塔经常你看到它这个用清净的意思比较多，经常出现这个塔的时候就是清净的意思。两个意思，一个是清净，一个是正确，两个意思。养大吧呢，就是养就是加强，就是养不是也嘛，更加就是也是一个加强。养大吧就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副词，表示这个就是完全正确的清净彻底的纯洁的真实的，就是这些意思。上次我就是没有那个强调那个这个清净的意思，这光强调了正确的意思。这次它就是它里头有这个纯洁清净的意思。
因为那个他呢以清净的意思为主，仰大巴日又是无上的，仰大巴日就是完全正确的啊，这个地方主要是指的真实的、完全正确的。然后又接着是一个形容词叫卓巴，这个卓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圆满，遇的最多、用的最多的就是圆满，卓就是圆满，圆满，然后还什么意思呢？一个是完毕结束，就这个事儿做完了，哎，这是它一个基本意思。实际上圆满应该是从这个发展出来的意思，但是现在呢用圆满特别多。还一个意思是完备，这个包括在圆满里头，就是它什么都有了，达到这个最佳境界了，达到极点了，哎，两个意思等于一个是圆满，一个是完毕，就是做完了，哎，两个意思。卓巴呢就是圆满的，达到极点的，哎，完全完成了的。强处，咱们也讲过，这是菩提，就是那个菩萨的那个前半截菩提，说觉有情那个觉。这个菩提呢，它这两个字的意思，强是精通熟练，处不也是这个深入理解，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种达到纯熟的技术，达到极为精炼的技术，它称为这个觉，就是说你这个人在这方面的技术、知识或者说理解达到了极点，所以它叫这个菩提。在我们佛教指的这个菩提，就是指的真正正道的那种甚深的、离言的，不是比量的，是圣者的限量智菩提。都是一个拉丁，是什么呢？是表示这个方向，就是因为它后边有一个动词，是什么呢？叫桑给所。桑给本来是一个名词，是佛陀，它本身是一个动词组成的。咱们说了，桑是醒来、觉醒、明白，给是发展到极点，就是发展到了完全的觉醒。它现在呢，这个呢就是作为一个动词，这个也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现在做动词，现在做动词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发展到了完全的觉醒。发展到了完全的觉醒呢，你看它前头有两个形容词，一个是云巴，这个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呢？是显现、看到。咱们前面也讲过一个类似的词，就是这个雷巴呢是这个咱们说过，基本意思是看到跟显现，显现跟看到是一个意思，哎，就是你显现了，你就等于你看到了，你看到了，它必然要显现，所以它也这个云巴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它的动词的意思。它呢经常被用作这个副词、形容词、名词。它转变成副词、形容词、名词之后，它主要什么意思呢？一个意思是清楚明白，就是显现的呀，很清楚、很明白。这个经常用这个意思。再一个更常用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云巴加上一个拉，加上一个拉顿，加上一个拉，就是云巴日。这个云巴日啊，是专门的一个副词，就是什么呢？加强，就是最极、高度、特别到极点，什么非常、十分、完全、彻底，又是一个加强词。哎，就是云巴是前边那些意思，就是说动词是显现看到。形容词是清楚明白，如果它加上一个然，就变成了一个那个状语，哎，形容动词的就是什么呢？加强语。现在呢，它就加上然了，所以它就变成那个最极，哎，就是那个意思了。卓巴日也是一个这个副词，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圆满地，哎，土野地，圆满地，完全地，哎，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它是个动词，它一加巴日也变成了一个这个加强动词的状语，都来形容这个桑给。桑给所就是桑是这两个动词呢，就是达到了完全的清醒这么一个动作。现在咱们把这个句再倒回来啊，说云巴日左巴日桑给所就是这个完全的圆满的达到了这个佛的境界，成了佛，这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注意啊，往回倒，强求度就是说这个叫菩提，智慧觉，它这个表示方向的这个都是什么意思？就是它完全彻底圆满的达到了这个清醒。它达到了什么地方呢？冲着一个地方去，达到就是说它完全的清醒了，完全的清醒了呢，它进入了一个境界，进入哪个境界呢？就进入这个强求，就突就是表示这个方向，它就完全清醒的达到了，进入了这个强求这个境界。前边是强求的形容词，
就进入了一种觉醒的这种境界。进入了一种什么觉醒的境界呢？就是无上的、完全正确的、圆满的菩提。这个在汉文里头就是那个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是完全等的，然后正等正觉这两个就是意思就对的不是那么齐。咱们来把刚才这一句整个意思说一遍啊。说住在三世里的，住在三世里的是实际上是什么呢？说过去已经成佛的，现在正在成佛的。注意，现在正在成佛的不是光咱们世界这个释迦牟尼，那个其他一个佛的画图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无数3000大千世界就有无数的佛正在成佛。就是说同时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佛不是释迦牟尼一个，是我们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一个。而且释迦牟尼他在娑婆世界是什么呢？是千百亿化身。3000大千世界里都有无数小世界，我们这才是一个小世界。释迦80岁的释迦成佛，那个你在其他那个小世界里头，释迦当然了，那个世界他也可能正处于无佛的世界就没有。如果他处于有佛的世界，还化身这个无数的，这说现在佛就有很多。然后呢，住30还未来佛，就是将来成佛的这个诸佛都算上，30诸佛都算上了。他也是依靠这个慧度，然后圆满这个完全的圆满的正德，就是达到清醒正德那个境界。正德什么呢？无上的正确的圆满的菩提的正觉，就是正德无上正德。这句完了。前边一句说修这个就是那个般若行的这些菩萨呢，他依我所得，他就能够证到涅槃，就达到空性了。现在又说了一句，说你达到空性，那叫正见道，是初地菩萨。你那个他又说了一个什么？说到最后结果就是圆满的那个佛，他也是以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这点东西。哪点东西啊？就是那个无色声香味触法，无一样而必是身语，就是心经，就这么简单。关键就是你要能把它这个那个完全空掉。如果你真的完全空掉了，真的达到无所得了，你证到初地之后啊，没有新东西。证到初地是什么呀？你见到真实了，你来熟练你的这个证。实地是来这个还是重复这个真理，还是用这个工具。就是你一开始见到真实不熟练，实地里头呢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精纯，炉火纯青，最后达到圆满。所以呢，观音的心经啊非常重要，就是这把那个全部家底都交给你了。成佛靠什么？就靠般若。什么般若？一切法空。凡夫所知一切法空，就是这个。你到这个圣者正界实地里头啊，还是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空。为什么呀？那个时候你能控制现行了，但是那个凡夫所知法不空的那个种子还在，你一直在跟那个种子斗的。什么时候把那些种子给对峙的完全失去效力，不叫种子了，完全生不起现行了，那就连那个习气都解决了，你就炉火纯青就成佛了。再接着来啊，说提大问呐，谢热给怕热度钦白啊，提大问呢又是说事故，这个心经啊，其实到这儿就快完了。最后啊，这是一个总结。咱们说过，佛说法呢，他说了一个道理之后啊，要总结一个颂子。这儿呢就是该这个观音总结颂子了。这儿呢，你说咱们汉文译一说叫陀罗尼，叫咒，就觉得很神秘。什么叫陀罗尼啊？你把它意思译过来，总持，就很简单了，就是把前边这些道理总起来抓在手里头，就是给你总结一个颂子呀，总结一个概括的东西。就跟咱们上面刚讲那个第7品，到最后呢，讲完这一品了，佛用2句话给你把整品的内容总持了，然后你坐在树下，你就念着这2句，你就回忆这个整个这一品的道理，都现在眼前，这叫总持，就是用一个精炼的话把它概括起来，以便于你干什么呢？以便于你修习。你修习的时候就背这句话，一背这句话，把当时佛讲的那一套道理啊，全都勾起来了，全都想起来了。什么时候熟练了？一念这句话，爬上那个感觉，那个真理就现在前，行了，总持了，这就叫总持了。现在呢是事故，是这个慧度的咒，这个啊就是咒，陀罗尼意思就是总持，就是高度概括的一句话，或者是几个字，或者是一个颂的，就是这样的。
这个所以说呢，它这是一个主语，说会度的陀罗尼，会度的咱们就干脆说总持算了，因为这样这个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会度的总持，哎，是什么呢？这就用的那个叫没有谓语的那个，就是一个主语一个宾语，哎，它是什么？这就是省略了那个淫，哎，俗东宝色即是空，省略了那个是，这也是这样。主语就是会度之咒，会度总持，会度总持是什么呢？日巴亲别啊，咱们都读一下啊，日巴亲别啊。日巴是那个咱们说了，就是那个看见显现，动词是看见显现。这个名词呢叫智，那个一个是心意识，一个是智慧。这呢就是智慧的意思。智慧它这个词经常译成名，就是无名的名。哎，智慧呢可以叫名，所以呢这个词儿经常最简单的译就是名。这个名就是智慧的意思。亲包就是大明的咒，哎，就是大智慧咒。这个会度的咒，会度的总持就是大智慧的总持，就这意思。后边拉那咩贝啊，无上的咒，这个咒就是最高的咒了，它上边再没有这个更高级的这个陀罗尼了，更没有更高级的总持了。因为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成的佛嘛，所以它就是上边不会再有这个更高级的东西了。下边一句啊，米酿巴汤，米酿巴汤，酿本啊。这个呢，这个咱们先说咱们理解的意思啊。这个迷就是否定了，或者是无，或者是不，或者是反正就是否定的意思。酿巴是什么呢？是相同、平等、均匀，哎，相同、平等、均匀，然后可以引申出很多，你去就是说，合适、适中、中庸，这个平衡什么，你去这个引申下去。这个念巴塔念巴就是咱们汉文译成叫无等等咒，看来这个范文里头肯定是两个等字儿。这个我理解这个无等等咒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用两个等？它就是强调啊，你从哪个方面都没有跟它能够相比的，都没有能跟它相等的。你比如说，你也可以说，就是无等等，就是任何角度，它用两个就是代表你，比如说，从时间的角度没有跟它相等的，你比如说它永恒，你没有能比得上它这个就是真实永恒的。从空间上广大，它概括一切智慧，哎，你没有能比得上比它更广大的，没有能跟它相等的，哎，所以它要用两个，就是说表示不管你从哪个方面，从这个方面你也没有等的，从那个方面也没有等的，所以说无等等，这是我理解的这个汉文的意思。这个藏文这儿呢，周老师说呀，如果按藏，这就不知道这个咱们佛经翻译呢，可能有佛经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这个含义了。他是完全从这个就是语法上说，他说这句话如果从语法上说呢，应该理解成什么呢？叫米酿巴是一个词儿，唐酿巴啊，这两个都是形容啊。他说应该是理解成什么呢？米酿巴是没有相等的和相等的咒。他说应该理解成这样，这是他从这个语法上说。如果按照这个意思理解呢，我暂时呢也提供一个理解，那个回头你们学藏文学深了之后呢，回来你们再来琢磨这一句啊。我提供这么一个理解，就是说，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的话呢，不可以这样理解？米酿巴就是没有相等的，然后唐酿巴呢，酿巴不是跟谁相等吗？这个唐是跟谁？就是与无等的相等的一个咒，就是它跟那个没有相等的那个呀，哎，它跟它一样，哎，这样来理解，就是说它跟谁相等啊？它跟那个没有相等的单独最高的那个，它跟它一样，无等等，这样来理解，意思咱们都没问题了啊。然后下边一个叫杜爱tham戒，热度西瓦尔，切贝啊，再读一遍啊，这个生词多，杜爱tham戒，热度西瓦尔，切贝啊。这读了一遍，一开始感觉生词多，读了一遍其实只有一个生词，就是那个习，别的都学过。咱们再看啊，杜爱是这个痛苦是吧？
苦恼、烦恼、忧伤、悲伤什么，反正就是灾难，就是这些事儿。应该主要就是咱们就一苦，他们这是一切苦。日度咱们学过，好像日度就是加强，就是一个副词，就是非常很十分彻底，反正日度这是也是非常用的非常多的一个。这个日度啊，它还有点特殊的意思啊。它一般形容好的东西，不形容坏的。它形容好的呢，那就可以这个词就可以叫做什么呢？叫极善、最高、殊胜、精良。它这个日度跟其他的那个 number 啊什么，它一般形容这个好东西，所以呢可以用这些词儿。日度，然后就到这个生词了，习，很简单，习是什么意思呢？叫静止、平息，是个动词，它基本含义就是静下来，平息。比如说海浪起来了，静下来了，平息了。你比如说那个好像那个古代那个大木船在海上那个航行的时候，遇到大风浪怎么办呀？往那个准备的那个大概是鲸鱼油啊还是什么大桶，往那个海上倒了之后，那个鲸鱼油啊它飘在海面上，但是它那个重量重，它能够平息风浪。这个习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东西起来了，你呀制止它，让它静止下来，让它平息。所以咱们佛教呢把它引申为什么呢？就是静止，把那个苦静止下来，把那个烦恼平息了，所以它呢叫解脱涅槃，就是习，就是有解脱涅槃的就是这个动作，解脱涅槃也是一个动作。这是佛教里头那个引申的意思。然后它呢经常就被译为灭，就是那个静止平息，不是就是等于灭掉苦啊，灭掉什么东西，灭掉这个躁动的东西，经常也被译为灭。反正它基本含义是静止平息。说日不度习吧，就是说能够很好的，这个地方就不是那个善的那个意思了，它就是加强它的动作，就是能够很好的平息一切苦。然后后边八日这就是副词了，就是那个土也得了，它来形容且是咱们知道是做事情的做且是现在时。注意这个现在时有什么意思啊？现在时有能的意思，就是现在时都是现在正在做的东西啊，它表示我能做，我现在正在做嘛，表示我能做，所以现在时有能的意思，经常被译为能。过去时跟未来时啊都有所的意思。过去时呢，因为是已经做过了，就是我所做过的东西，所以它有所的意思。未来时呢，也是说将来我们所应该做的。过去时跟未来时呢，都经常被译为所。这个现在时呢，就被译成能，现在正做的就叫能做。那现在这就是怎么译呢？说这个能够很好的平息一切苦的咒。你看，能够往前倒着来，能够很好的平息一切苦的咒，消灭一切苦的咒。一共4句话，这是对这个咒的描写。重复一下啊，说所以慧度的这个咒就是大智慧的咒，就是无上的咒，就是没有跟它相等的咒，就是能够很好的平息很好不好，就是完全平息除灭一切痛苦的一切烦恼的咒。下边米君贝那等巴日谢巴日卡得米又是否定，菌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假的，就这么简单。菌巴就是假东西，假的，形容词就是假的，名词就是假东西，伪造的，叫假冒伪劣，就那个意思，就是假的。假的你也可以译虚妄啊，什么反正就是凡是不是真的那个都可以了啊，就是假的。说加上那个就是加上撒变成元音，变成句格。由于它还是那个假设语气，如果说它是这个不假的话，不是假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前边说的这个慧度的总持啊，
它这个如果前边说的都是这个真的话，都是不假的话，实际上这个说假设口气，实际上呢观音是肯定的，因为前边已经把这个道理都讲透了。三世诸佛又是依他这个成的佛，他呢所以这就实际就是原因的意思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咒啊，因为它不假，因为它从来没有这个就是被证明过它没有效，或者是说它效率不圆满，就是没有这个假的，因为它不假。但是什么呢？就是真实，但就是真实，真实的，真正的。然后呢，它引申出来一个这个经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叫真理。咱们汉文译为谛，真谛，四谛，不是四谛和二谛，四圣谛哈，就是四个圣者所证的真理，它基本含义是真实、真正。然后它做名词用的时候呢，经常就是这个被译为真理谛，真理就是谛，这是一个意思。然后谢边是知道，恰是应该，恰是做的未来时有应该做的意思，应该知道。由于它不假，所以呢应该知道什么呢？你看八日这个然是拉丁，就是那个叶格，就是应该知道的内容在前边，应该知道又省略了这个音，就是它是真理。由于它不假，就是你从来没有人证明过说这个东西我按这个修行了达不到，由于它不假，所以呢应该知道啊，它是真理。然后谢热给帕热度钦北啊，卖吧，谢热卡的钦北就是会度之咒，卖吧就是说的过去时，就是我们现在呢来说一下这个咒。这就是观音讲完心经之后呢，他要给你总结一个颂的，或者总结几个字，或者总结一句什么话，就是比较精炼的。你一看到这句话，你就能想起来，观音那回给我们说心经，他告诉我们那五蕴皆空，什么18界皆空，12因缘皆空，你就想起这个情景来了。现在观音呢就给我们说了一个咒，说了一个什么咒呢？咱们看啊，这个正好那天我从网上一下载呢，听到他这个梵文的这个咒的发音了，咱们现在读着也就底气足了一些了。像这个藏文的叫藏文的藏传大悲咒，实际上是11面观音的根本咒，那个跟那个咱们的那个大悲咒啊是两回事儿，两个咒。咱们那个是根据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里头的那个梵文的咒也有，汉文译的还相当准确，那个也听那个读了一遍，那个叫印度国际大学一个博士，他给读了一遍，而且有那个梵文什么对照着一看，译的还相当准确。这个藏传的这个大悲咒呢，它是把这个11面观音的这个根本咒咱们叫做大悲咒，就是咱们就是叫做人大悲咒，人家就是可能他具体怎么叫，反正就是说不是一个咒。在他那个里头啊，唱的有的人就唱这个呆呀他，就是他把这个哒跟那个塔呀读成一个词儿呆，呆下边这是哑，你们注意啊，这个地方打音不出来，你们来加吧啊，你们来加啊。第二个字母塔下边要加哑大，就是加一个那个半个那个牙的半个那个，就是过去再回来那个东西，加一个哑大。塔下边要加一个小啊，加一个小啊，会写吧？就先说这个啊，这个的读音呢，像那个藏传大悲咒那个听得唱的，有的就带呀他，就是把前面那个对，但是在梵文里头听着还就是发4个音，是哒得呀他，哒得呀他，哒得呀他，那是那个梵文，咱们就按梵文，因为它是模仿梵文嘛，咱们就读这个，因为有这样读的，也有那样读的，咱们取哪个呢？这回就取接近梵文的，所以这个呢就念哒得呀他，哒得呀他，那个啊呢就起一个延长音的作用。哒得呀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即说咒曰，就是咱们汉文译叫达直托，达直他，达直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说咒曰，每个咒前头都先来个达直他，你一听达直他，好，下边是咒了，达得呀他，你们再读2遍啊，达得呀他，达得呀他，达直托就是即说咒曰，下边嘎得嘎得，巴拉嘎得，
这个巴下边加一个小啊，哎，这地方因为打印不出来，只好那个就是我现在那个键盘没摸清，所以那个好多打不出来。这个呢跟梵文的音也很接近啊，那个玄奘法师译成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啊，这个跟这个嘎呆嘎呆巴尔嘎呆跟梵文音很接近。咱们先把它咱们就来讲吧。嘎呆嘎呆什么意思呢？我听那个就是当然也有很多译这个意思的啊，用各种语言，但是它基本意思看来是确定的。我是很早的时候学佛的时候听一个女的讲心经，她就把那个译我就记住了。嘎呆嘎呆就是去吧去吧，哎，去吧去吧。巴拉嘎呆就是巴拉大概就是那个彼岸，巴拉嘎呆就是到彼岸去吧，哎，巴拉好像跟那个藏文还有点像，藏文是帕瑞，帕瑞，哎，巴拉，哎，就是到彼岸去吧。巴拉桑嘎呆，这个撒上边加一个小圆圈，你们那没有是吧？撒上边加有，这就是它原来有的。这个巴下边也加个长啊，也加一个小啊，哎，撒上边加个小圆圈，注意上边加小圆圈，这个小圆圈发什么音？发那个麻的音，发那个 M， 发那个麻的那个 M 那个声母那个音，就是撒跟那个拼起来桑，哎桑那样发，哎，然后这句话就读是巴拉桑嘎呆，巴拉桑嘎呆，桑是什么呢？是这个大家僧，哎，就是大家僧，就是大家说大家都到彼岸去吧。那个译的时候，你大家了就加个都舒服啊，哎，说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哎，然后最后一句啊，波迪，梭瓦哈，这个低你们是那儿空着的吧？空白的吧？你们啊，我给加上了哈。哦，你们那个我给加上了，可能是。刚才我说的这加的这些你们都有吧？啊，那就行了。这个这个我读错了啊，不是是那个是那个2声，不是1声，是波低，哎，波低，这个下边那个呢是这个这个低下边那个是下加字是哈是吧？哎，它下边有一个哈，这个哈呢没发音，所以前两个就读波低，那个提在第2音节就不送气了，所以读低，就波低就是菩提，哎，看来这个他跟那个，因为他从那个他也是译那个梵文的音嘛，就是菩提，就是觉悟，就是这个智慧，菩提，哎，然后后边这个呢又是常用，所有的咒最后都有这个最简单的呢，这样啊，咱们一点点讲，这个撒下边这个小三角啊，本来是娃的那缩写叫俄苏是吧？这个俄苏呢，在译咒的时候就读乌的音，发那个乌韵母乌，所以它一般呢，它就读成苏，哎苏。然后这个最后一个是哈，那就是直接读就行了。这个，但是这个译咒的时候啊，好像它有这2种译法，一个是直接按音译，一个呢是有一个字母就译一个音。咱们汉文也有这样的哈，译名字的时候，本来它发音可能就发几个字节，但是它呢在那个原文里头有几个字母，咱们汉文有时候也是就把几个音译出来。所以呢，这个译的时候呢，经常译成什么叫咱们那个玄奘法师译叫娑婆诃，他那个婆实际上就把下边那个哇那个字母的那个他给译出来了。有的这个读呢叫梭哇哈是吧？也有就是梭哇哈，就是等于他把那个哇呢又给读出来了，就是下加字哇又读出来了。所以呢，简单的就梭哈，苏哈。然后呢，我看周老师读的呢，他是来了一个结合，又苏又哇，刷哈，刷哈，跟那个梭哈有点接近哈，哎，所以咱们呢也就跟着周老师走吧，就苏哇哈吧，哎，刷哈，读快了就梭哈，读慢了就梭哈，哎，梭哈，苏哇哈，哎，什么意思呢？
菩提是这个波提是菩提了，梭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祝愿词，就是但愿成功，哎，就是但愿成功，圆满一切，就是圆满前边的，所以他在咒语最后都有这一句，哎，就是说，愿我成功，或者说这个祝愿的一种祈词，哎，对。那个什么，谁知道是基督教还是那个伊斯兰教啊？阿门，哎，就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完了阿门啊，就祝愿你成功，祝愿你胜利，反正就是一个好的祝愿。这个地方呢，就是等于什么呢？就是但愿成功的获得菩提，哎，就是祝成功的获得菩提，愿成功的获得菩提。这个。咱们来读一遍吧。达德亚他，嘎德，巴拉嘎德，巴拉桑嘎德，波蒂梭哈，波蒂梭哈。这个回头呢，也可以大家听听那个就是梵文的，梵文有心经唱，哎，大家可以这个对着梵文那个心经唱。唱的也很好听，对着那个有吗？哎，有那个到处都是。回头你们考了，哎，考了就没事就听，听了之后呢，这个听我想想啊，梵文的你只能听懂这个咒，梵文的那个藏文嘛，等于梵文只能听懂，跟这个就是这个发音很接近的，哎，你可以听听那个唱，哎，然后这个藏文的心经也没人念哈，念了那个。他们上面念心经吗？不念。念。他们那个好多里头念心经，对，那个我是没实际听过了，但是看过那个小活佛那个电影。小活佛最后他不是那个老活佛找他老师的转世灵通找到了，完成任务之后，他不是他说我要回西藏一趟，他跟那个别人说，跟徒弟说完他在那入定就走了，实际上他往生了，他又转世了他，结果那个徒弟呢，徒弟他可能知道他完成任务就要走了。然后到他那试了一下，离到那儿走了，然后回去跟另外一个喇嘛一说，耳朵边一说，那个喇嘛没说话就开始念心经，就是领着全体那个喇嘛念心经，哎，他们念，而且这个藏文念这个念经特别好听哈，哎，回头你们要是找到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机会啊，可以录下来，哎，可以录下来。我老觉得他们念的跟咱们不是特别一样。不一样，为什么呀？口音吗？哎，口音问题。也不一样。是。因为你看，用多长念，他不是光是藏人啊。猛。我跟你说，你大部分听到的那个藏人读的呀，都有口音，哎，而且我刚有听一个说法，说那个虽然这个就是好像标准普通话是拉萨音哈，但是说读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个是安多音还是康巴音啊？反正大部分用的都是好像安多音，哎，对，那就是不一样，咱们不用管它了啊。咱们今天还可以这个结束，咱们接着来啊。下边，强求三八清别，提达尔谢热给帕约都亲吧，色莫拉勒巴尔乔，这个观音把这个咒说完之后呢，接着说强求三八亲别，就是菩萨摩诃萨，这就是这个客气了啊，这个就是荣誉称号啊。说大菩萨别就成了主语，哎，说这个大菩萨呀，铁是那个，达尔是像那样，就是像那样，像前边那样，像前边那样是什么呢？谢日这个帕都亲吧，就是会度，色猫身会度。拉就是对象，就是这个叶格对的这个会度，乐巴是学习，恰是应该，这是一句话，就是说观音说大菩萨应该学习啊，应该像那样，咱们说是那样，实际上这个字面是那样，实际上就是像上边那样，实际上就这样说，大菩萨应该像上边这样来学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哎，这就是一总结的，没有生词是吧？
咱们就接着来，我看能不能完啊？咱们试试啊。体内，将den得，丁爱进体内，行的。体内就是那个之后，就是此后，就是观音说完这句话之后，这件事之后，将den得是丁爱进体内，丁爱进是定，体是那个，就是佛入的那个定，来是从格，从这个定中行的，行是什么呢？是起立，这个竖立，还一个就是修建。咱们前边那个有说需要修建一尊本尊像，就是用的行。行的主要意思是修建竖立，还一个意思是起立，就是站起来。原来坐着站起来，两个意思，一个是修建竖立，一个是站起来。现在呢，就是用的那个起立的意思，出定的意思。他也不是说他站起来，他就是从定里头出来了，就等于就一个形象的词儿，就好像你坐着的起来了，实际上不是指的这个动作，指的是从定中起来了，出定了。这是敬语，这个行是个敬语。这个此后世尊从定中出定了，这是逗号，暂时停顿，后边还有动作。强求三八亲包，帕帕见热西往求啦，来说谢卡瓦，来说谢卡瓦亲内。好，就先讲这个啊。强求三八亲包，帕帕见热西往求啦，对着观音，佛出了定，对着观音干什么呢？勤内，勤就是布施，给了观音一个东西，给了一个东西，乃是之后，那是跟后边的连接词。给了一个什么东西呢？给了一个谢卡瓦，就是叫做，给了一个叫做雷索，给了一个叫做雷索的这么一个东西。雷是什么呢？雷是这个善好，扎西得雷都是好话，最后那个雷就是这个雷。咱们学拼音的时候也介绍过，雷就是好，好善。这个雷索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啊，这是一句话。善哉，咱们那个易经的时候都一善哉，雷索就是善哉。说佛从定中出来之后，给了观音一个什么东西了？叫做善哉的东西。实际上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了他一个肯定。用那个周老师的话说，就是给了一个5分，给了一个肯定，给了一个赞扬，给了一个肯定，主要就是给了一个肯定。他说这个地方给了一个肯定呢，注意啊，这个肯定是在后边的，就是说给了一个肯定，内容是在后边的。给了一个什么样的肯定呢？所以这个说谢卡瓦这个名字呢，要读名词，不读动词，叫读雷索，读一个这个双音节词。这个肯定是什么呢？给了一个肯定，这个肯定在后边说雷索，就是好啊好啊，善哉，这个大加赞赏啊。重复一次，리게푸태신노这个仆就是善男子，这就是对着观音说的，就是称观音善男子啊。忒心诺，忒是那个就是上边那个。忒心，咱们说过，忒心就是像那样，像上边那样，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说那个咱们汉文就一如是，如是，就是说像上边那样。no 就是句号，就是说。好啊，善男子，就像上边你说的那样，就是就像上边你说的那个话一样，就这样。再接着读啊，这个仆，忒心的，这个仆又是叫善男子，然后忒心的又是就像上边那样。这两句有什么区别呢？头一句说就是像上边那样，这一句啊，注意这是个逗号或者是个冒号，就是说。就像上边那样呢，是什么样啊？我下边要说，说前边是肯定说，就像你说的这样啊，你说的对。然后下边说呢，忒心的，就是说像什么样的冒号，下边我要说，要详细解释，说像什么样呢？起单快给，单把忒心度，
的培行路，谢热不给帕热都亲吧，谢人的怕热的亲的，什么啦借本卡的。什么了这儿查的，说像什么样呢？起大日，注意，起大日是咱们也讲过，是叫如何怎样，哎，这是它主要意思。因为大日一般就是一个样子，说怎样，这个起就是任何和为什么，反正就是疑问词。起大日就是说如何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主要是这两个意思。如何怎么样是一个意思，为什么是一个。这个地方就是怎样，说这个怎样是起什么作用呢？不是问，是跟那个说和扛一个，就是说上边那样，就是用疑问词来概括上边的东西。起大日就是说什么样呢？就照你说的那个样子。缺给，缺是你，缺就是干净的很，就是个你，就是个你字，不是敬语。缺给，这个给就是句格，有你，你是主语。说像什么样的呢？有你丹巴呢，它的这个这是一个过去时，它的那个就是也可以，它过去时跟未来时是一样的。这儿也可以说是过去时，也可以说是未来时，都能说通。它的现在时是什么呢？把那个爬去掉，加一个哪弱，就是现在是敦巴。敦巴咱们学过，敦巴是讲说的敬语，说话的敬语。敦巴是说话的敬语。那个什么，不是云南这叫敦巴教、东巴教，就是指的那个，它引申出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大师，说法的人，就是祖师大师。它的基本含义就是说话的那个说话说讲，还有一个意思啊，就是拿一种东西给人看，就是把这个展示给人们，他或者做一个表示，我表现给别人，我显露给别人看，我解释给别人看，也有这个意思。这是常用词。说就像你有你敦巴丹巴就是过去，如果说过去时也可以说，就像你所说的前边你所说的过去时，也可以那个用现在用那个未来时也可以说通。未来时是什么呢？未来时也表示所说的，未来时也有所的意思。所以呢，如你所说，就像你所说的，培行度，注意，就像那样，就像你所说的那样。这个起大日跟这个培行度啊，经常是一个配合词儿，就是什么样呢？就像那个样，就是它俩是个配合词儿，什么样子就像这个样子。起大日培行度，培行度就是正如你所说的那个样子。说谢热不帕都亲吧什么了，借班卡的，应该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该修行甚深慧度，就像你说的那样来，应该就像你说的那样来修行甚深慧度。就这意思。前边整个那个推行度前边就是说，就像你说的那样是个副词，形容什么呢？形容那个修行，应该像你说的那样来修行甚深慧度。给予肯定，还没完。对，就是或者是句号不是，或者是逗号，或者是冒号什么，这地方就是个逗号，就是个停顿。还有接着说，还是佛接着说的，说忒心谢吧，忒心谢吧，那么讲，结束一张哦。注意，这是一个重要的词儿，忒心谢吧。忒心咱们学过了，是像那样，如什么像什么哈。你要如是就一个如字。谢吧咱们也学过，谢吧是什么呢？是走。这个走是什么呢？就是指走的动作，不管方向，就是你往这个方向走，往那个方向走，反正所有的走的移动都是谢吧，就是也可以一来，也可以一去。这种走就是也可以不管方向的，就是来去都可以译，没有方向的走。整个这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来，就译成如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凡夫看到的这个佛呀，并不是佛来了，化身佛不是这个法身佛，不是法的那个佛的法身，不是佛的自性身，不是他的真身，不是他的本身，它是一个变化身。你是它动物里头，它就变化动物。是这个天人，它就变化天人；地狱它就变化那个给地狱另外一个；给我们人呢，它就变化一个人形。就你看释迦也是这个这我们个子这么高，就是这样，这是个化身。所以呢，
叫它叫什么呀？如来，就是好像是来了，哎，对，好像是来了，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呢？佛的一个化身，佛的一个影像，哎，好像是来了，实际上呢，佛没真来，哎，这个意思，如来，你一如去。你如去，哎，对，就是这，你如来他就如去，是吧？哎，所以这个意义好哈，那个如来，你看就是直接裴心如谢吧来，哎，那么就是复数，就是诸佛，表就是也，诸佛也干什么呢？结束一张哦，结束是这个学过了，是随顺跟着，哎。两个意思，它基本含义是随顺跟着，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加强，就是周老师说的那个10分呐什么啊，这个地方你看它怎么用，后边啊以让，注意啊，以是那个意识哈，心意识以，这个让是自己，自己的心什么意思呢？高兴喜欢，哎，以让。自己的意思，那就是合你的意了。以让就是高兴欢喜，哎，这个合起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诸佛也随喜，哎，你看这就是意随顺的意思了。说观音说了这个佛教里头的核心的秘密啊，大这个无上咒说了，这个诸佛听了之后说你说的好，就是你这样来修行，哎。诸佛，我来表扬你，然后说你们呢都应该这样修行。说诸佛呀，都来这个随喜，哎，都跟着你高兴，都赞成你，哎，随喜。看没问题哈，是吧？还有半小时，没问题。ខ្ញុំតែតេគីទីកេជាកាze呢鸠根德给就是佛的这个世尊的句格，就是世尊做主语。世尊做主语干什么呢？说体盖就是指盖是话，体是那些上边的那些话，戒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些话。嘎是话的敬语，在是给，也是一个敬语，就是赐予，给予。嘎在已经成了一个这个就是词组了，给一个话，就是这肯定是两个都是敬语呢，就是圣者呀，什么国王啊，尊敬的人，他给一个话就成了什么叫下命令，世间叫下命令，咱们这就是佛说了话了，就是世尊呢就说了话了，说了什么呢？说了就是所谓的上边的那些话，世尊说了上边的那些话，然后呢之后，哎，世尊说了上边的那些话之后。下边菜汤丹巴，夏拉德瓦迪普汤，这个巨兽舍利子和谁呢？抢求三八亲包，帕巴坚热希望求汤，圣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和这都没完啊。舍利子和观音还有什么呢？他们借堂单背，阔尔提堂，他们借是一切，堂单背咱们学过，是具有带有，就是这个就是带有前边那个东西，具有带有这个领有，堂单背他们借就是带着一切的什么呢？的阔日是什么呢？阔日的基本含义是这个眷属眷属，这个那个上边一个是眷属，一个是徒众，这是字典上的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老师啊，就是他周围的学生，反正就是跟随他的人，这是一个意思。再一个呢，就指近旁附近。你面前的东西，你附近的东西，附近的地界什么，反正就是指近旁，哎，两个意思，这是这个名词。如果这个呢，注意，这个咱们多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词经常用。它的动词是什么呢？是运转。你比如说机器运转起来了，水车转起来了，运转起来了。运转里头包含什么呢？回旋回来，返回来，有这个意思。基本上啊，它的动词的含义是转圈儿。
哎，转圆圈儿。它引申出来一个动词的意思是什么呢？迷恋沉醉，哎，就是老在这儿打转，就是迷恋沉醉。还有这个围绕的意思啊，它经常有围绕的意思。这个你想，它这个眷属啊，实际上可能就是从这个动词的围绕发展出来的。哎，它的围绕转圈儿，哎，就是指这个人的眷属。然后经常要常用的一个转义词就是什么呢？生死轮回，就是运转。我们众生啊，就是在生死轮回里老转圈儿。它的啊，你这个坤儿的基本意思你就记住转圈儿。哎，咱们生死轮回六道轮回啊，就是在六道里头转圈儿，所以它经常是生死轮回的那个代名词。哎，这个地方呢，就是指眷属。说，领有一切的眷属，忒堂是就是代指这个眷属。说还有呢，他们所有的眷属，就是这是指谁呢？指舍利弗也有眷属，观音也有眷属。哎，就是他们所有的眷属。舍利弗是250人吧，还是500人？那个观音的也是，哎，有很多人和他们的眷属。这是3个了。还堂后边还有哈堂、弥堂、哈玛银堂。哎，哈玛音堂，这个哈是神天人，哎，这就是天，哎，你多字儿就天人，少字儿就天，这个听法的这个天人，弥堂就是人，哎，天和人，哈玛银直接译就是不是天，是吧？哎，马银不是天，就是飞天，飞天是谁啊？就是阿修罗。阿修罗为什么叫飞天呢？他是有天的这个福报，没有天的德行，是吧？是这么讲吗？飞天。没有天的福报。那是有天的什么呢？阿修罗是有天福无天德，是吧？有天福无天德。他那因为什么？他老爱打仗嘛，他老跟那个帝释打仗，所以他这个名声不好。但是呢，他那个福报大，他也有那个神通，他有那个天人的福报，所以呢。叫阿修罗叫飞天，就是说他又是天，他又不哎对，有无天德，就是叫他飞天，叫哈玛银。这是阿修罗还没完，阿修罗啊后边切萨日戒呗几单以上的，长了哈，切萨日戒呗几单以上的，切萨注意啊，切萨日。这个扯撒是什么呢？扯撒是熏香，你看扯就是香，扯是香，咱们前边不是有那个就是气味那个香，扯撒是吃，直译就是吃香味的，就是吃香味的东西很多呀，有的天神啊什么吃香味，鬼有的也吃香味啊，哎，吃香味的东西很多，跟咱们吃饭一样，这叫吃香。咱们经常那个汉文就译寻香，就是找香。寻香是什么呢？译音就是钱达婆，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天上那个天龙八部里头叫乐神，哎，唱歌的，奏音乐的还是唱歌的？乐神好像是唱歌的，唱歌的哈，哎，奏音乐的是啊，是吧？哎，另一个，对，这就是钱达婆，就是意义就是寻香，哎，扯撒，直译就是吃香。吃香味的，这种钱达婆，这个戒巴呀，这个戒巴是什么呢？咱们说过，叫堂戒巴，就是带有、领有、具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等。这个戒巴在现在就是等的意思，哎，就是钱达婆等，他不说了，他这个天龙八部说了一个头，天人，然后钱达婆后边就省略了，等就完了，哎，钱达婆等。几单，这是新词儿。几单是什么呢？就是世间。它的含义呢，这个极义是这个毁坏，这个破坏、毁灭，就这意思。破坏、毁灭，哎，主要是这个意思。这是叫自主动词，就是及物的。如果不及物的用法呢，就是崩溃，自己坏了，有这个不及物的时候这样用。然后再一个就是灾难，就这么几个意思。
这个，所以它的主要意思啊就是坏灭，哎，或者是主动动词是它来主动的破坏，或者是自己呢就崩溃了、坏了，哎，坏灭。这个单刚才那个学了，单是那个就是依靠、根据、基础，这个单也经常译成所依，单经常译成所依。译成所依呢，就是指的就是说你所凭借的东西，你所依靠的东西，几个单合起来就成了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所有情感，它的所依，它的那个依靠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呢，它又是一个会坏的东西，哎，叫有坏，哎，对，无常的东西，什么呀？就是气世间，哎，叫世间。本来几单呢是指气世间，就是指这个叫物质世界，山河大地这些东西，星球。但是呢，它有一个转义，这个地方用的它是它的转义，就是用它来代表人，用它代表世间的这些动物，哎，用它代表众生，代表有情，哎，就是世间，它是跟谁相对呢？跟圣者出世间的，就是我们都还是世间，哎，那个佛菩萨已经出世间了，圣者出世间了，是这样，所以这个世间呢，有时候被代表这个人，这地方就代表世间的人，哎，世间的人。这样的话，就是钱达婆等世间的人，以让这就是也都高兴，这个叫什么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哎，就是也高兴了。高兴了呢，还没完，高兴了还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呢？就们得给送巴了，云巴是对的，就们得给又是主语，这个由世尊，颂巴是什么呢？是说的敬语，很简单，哎，颂巴就是说话的敬语。颂巴是说话的敬语，颂巴变成名词，就是指他所说的那些话，哎，动词一变名词，哎，他佛所说的那些话，拉是对着这些佛所说的这些话，云巴是刚才说了是加强，就是十分完全彻底加强。对是什么呢？赞扬、歌颂、称赞。哎，就是主要意思你就记称赞，哎，赞扬，说他们都高兴了，然后呢赞扬这个温巴尔觉多，就是说这个异口同声的啊，这个非常高兴的来赞扬佛所说的那些话，就是佛所说的经好，哎，这个一画这个双数线啊，这一般是至少是一句话完了。有时候呢，代表一段吧，哎，像画一个单线呢，一般是什么呢？逗号、句号，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停顿，那不见得是一句话。画双线是至少表示一个句一个完整的意思完了，有时候是一个段落完了。像这儿呢，就是一个经完了。下边这一句啊，不是经的内容，是藏文经跟汉文经古代都有这么一个形式，就是什么呢？这个经说完了。要告诉人们完了，用什么告诉人们完了呢？不是写一个完字儿，他是把那个总经名再重复一遍，说这个经到此为止，圆满结束，这就是重复那个经名，哎，代表完的意思。咱们来读一下。今年得嘛？谢热给帕热的钦北宁波。谢恰瓦特巴钦别。多左所。今年得嘛？佛母谢帕热的钦北宁波，佛母会度心经。谢恰瓦是叫做佛母会度心核心的，哎，核心的什么呢 ？T 八钦波，注意 T 八是这个称，就是它的这个原意是这个它本来是一个动词，动词是什么呢？是这个载起，就是承载起，经受得住，胜任，它本来是这么意思。它那个名词呢，就是指运载工具，什么车、马、船、飞机，反正就是能够运载工具。咱们用现代话叫运载工具，你具体的话就是车马呀什么这些东西。这个动词呢，就是指它能够承受得起，能够经受得住，能够胜任，能够载得起。哎，这个地方当名词用，就是当这个乘。实际上这个乘应该念胜。说千乘之国，什么意思呢？这个胜啊，不是单指车，是包括拉车的马，
古代好像是四个马拉一套车，这为一乘，哎，就是指整个运载工具，整个运载工具一乘，千乘之国，就是说这个国家呀，它能配齐1000辆车来，这就是古代，这就是比较大的国了，哎，这个意思。所以应该本来大乘小乘应该念乘，现在人们都乘就那个庙老还念乘，还念成没有了啊，对啊，成加显成除哈，所以这都说不清了。这个推八就是这个乘，就是这个指的是运载工具。钦包大乘，大乘的铎是经，铎的本意是三合叉，就是那个三叉路，哎，合叉呀，路叉啊，哎，枢纽核心，这儿呢藏文里头就拿这个枢纽核心这个东西当经。你看这，所以这个你看这就是语言，咱们那个中文的弄的那个叫这个织布的那个竖着的那个线叫经，哎，经最重要，用它哎能够串起来，所以呢咱把它称为经。说左是圆满，再一个意思是完毕，这个地方就取的那个完毕完了，哎，就是说叫做佛母慧度的核心的这个大乘经啊，结束了，说完了，写完了，哎，圆满结束了。咱们来读一遍，从那个马头把杨梅到那儿开始啊，找到了吧？下一谱，铁大文呐，强求三八nam，托把梅白七，写热给怕热度亲巴拉，单经内的。什么啦？这把没呗，这把没的，亲戚落来，新度带呢，两个人来带呗，他是亲的，推送的，南把修呗，上给他们借讲，写热给怕热度亲巴拉。等呢，拉那没把羊啊，不对，拉那没把羊大板，左边强求不，云板左板，上给说，哎，这是把一个名词读成动词的时候，把它俩分开。提大位呢？写热给怕热度亲白啊。日巴亲边啊，拉那没白啊，米娘把糖娘白啊，都爱他们借，热度媳妇儿，切白啊，米菌白啊，蛋白血白掐的，写热给怕热度亲白啊。没吧？打得他，嘎得，巴拉嘎得，巴尔三嘎得，保地苏瓦哈，下一谱，强求三八亲别，黑大儿写热给怕热度亲吧，什么啦乐巴尔桥。体内叫们的，应该进体内行的，强求三八亲包，怕把见热西往求了，来说些恰哇亲呢，来说，日给谱，忒新咯。这个谱，忒新的，其他缺的，真把忒新的，写热的怕热度亲吧，什么啦这边掐的，忒新写吧南讲，结束一让哦，就们得给。体改节加在内，菜汤蛋吧，下热多地葡萄，强求三八亲包，
想求三八金包，帕巴坚热希望求堂，他把坚热希望求堂，tham戒堂丹北，他戒堂真北，库尔提堂，科尔提堂，哈堂，哈堂，弥堂，弥堂，哈马银堂，哈马银堂，吹萨尔戒北，第三戒北，鸡蛋以上的，几单以上的，将咱得给就能得送巴拉，送吧了，恁巴儿跌倒，女儿对头，将咱得嘛，就能得些热给帕热都亲白宁包，谢人的怕人的亲多宁波，谢恰瓦忒巴亲别，谢恰瓦第八亲约，多左手。左手。好，今天就正好啊，时间。